每日為生活奔波，係咪覺得身體間唔中就出現小警號、疲倦、皮膚問題或者精神難以集中？其實好多健康挑戰都同身體嘅氧化應激息息相關。想由根本改善，或者你需要嘅係一種更溫和、更高效嘅健康新助力。近年備受矚目嘅氫治療係一種天然、安全嘅抗氧化劑。研究顯示，氫分子可以有效滲透身體，針對性咁樣減少過多嘅氧化應激，幫助細胞回復自我修復嘅力量，為身體帶嚟更多方面嘅益處。而家呢一股健康新力量已經嚟到你身邊。Holos 啟德分店特別設立咗氫氣試用展示及體驗專區，無論你想改善皮膚狀態、提升精神活力，定係為患疾尋求輔助調理，都歡迎你嚟親身體驗。喺 Holos 你可以免費試用氫治療體驗方式，感受氫分子為身體帶嚟嘅微妙改變。我哋仲有專業人員為你講解氫氣嘅原理同埋應用，解答你嘅疑問。除此之外，我哋仲會有 Tradas 人體成分分析儀，用1分鐘嘅時間幫你完成測量人體肌肉質量同埋皮下脂肪厚度等等，令你更加了解自己嘅身體健康狀況。想為健康踏出新一步，即刻嚟 Holos 啟德店親身體驗氫治療啦！如果有興趣參加，可以喺 post 入邊留言 PM 作為登記。立即開啟你嘅健康重塑之旅，我哋喺啟德等你啦！